大家好，我係 Manny，香港專業塔羅協會嘅會長。上一堂講到我會分享我嘅前世故事，話說喺2005定06年左右，數返而家都差唔多20年前啦。我已經開始教塔羅牌開班。有一次有個同學傾開偈，講開佢接觸過一啲能量治療之後，竟然開發咗佢睇前世嘅能力喎。佢話只要捉住我哋嘅雙手咧，就可以感應同睇到我哋嘅前世經歷啦。我哋就覺得好特別同好好奇，於是喺課程中間抽休息嘅時間嚟俾佢幫我哋睇前世。我記得佢話我前世咧係一個吉卜賽人，嗰世咧都係一個占卜師，而我嗰一世嘅丈夫都同樣係我今世嘅丈夫。我一聽就覺得好神奇，怪唔之得我會無端端做咗占卜師啦。然後我諗起嗰陣時我嘅氣管係非常之差，醫極都醫唔好，亦都影響我嘅工作。嗰陣時教書教得耐嘅時候都會咳，我就問佢同前世有冇關係呢？原來真係有喎，佢話見到我被燒死嘅嗰一幕，我聽完之後以為吉卜賽人嗰世做占卜之後俾人話我係魔女，所以燒死。而我後尾先知道真實嘅經歷，原來係我有一世做女巫先至被燒死嘅。至於我老公嗰陣時，佢未遇到師傅，只係一個 IT 人，但係一出世就見到靈體，細個成日病。有個師傅話佢唔可以生咗陰陽眼呢個能力，但係佢全陽八字，唔驚靈體，反而好適合做呢個行業喎。不過佢媽咪認為佢太細個，所以冇俾佢跟師傅學。後來我呢個同學幫我老公睇前世，見到佢前世係一個天師或者係道士，前世都係斬妖除魔嘅職業。果然前世同今世嘅天賦有好強烈嘅關係喎。後來佢仲邀請我去佢朋友嗰度做白老鼠，俾佢試下做前世催眠添。今集講到呢度先，下集再繼續講前世催眠嘅經歷。記得追蹤我 Manny，下集見。